基要真理课很刺激，是不是啊？让你一直在默想，对不对？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发生在主前539年，就是大概2000多年前的一段故事。那个时候，被掳的犹太人，他们回到自己的耶路撒冷，要来重建圣殿。但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掳70年了，所以有一些人他们也就不想再回去了，就在那边落地生根。那在那个是一个波斯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在前情提要的部分就讲的是，因为有一个末底改，这个犹太人他得罪了波斯的宰相叫哈曼，以至于哈曼就想修理末底改。那知道他是犹太人，他就想把犹太人把他全部杀掉。那整个故事就是在讲这个，就是一出宫廷剧了。那我们有看宫廷剧其实就是一样我们从先第4章第1节，他就说末底改已经知道一切的所作，知道哈曼要将全部的犹太人杀掉的计划之后，他非常的难过，他就把衣服撕裂，披了麻布衫，然后撒灰。这个是以前的人就是碰到很重大的事情的一个方式他到城内去大声的哭喊，让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很多的犹太人也跟着一样倒在地上在哭泣。在犹太人在以前的话，这个除了哀伤之外，一个就是忏悔。我不晓得末底改他这时候有没有忏悔，说他如果不要去得罪哈曼，可能就不会发生了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末底改突然想到，只有目前在王宫里面当王后的以斯帖，他如果去恳求王，可能有办法拯救整个犹大的百姓。但是以斯帖，我们从以斯帖对末底改的期待，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回应，记载在11节，我来读。王所有的臣仆和各省的百姓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未奉召见，擅入内院召见王的话，无论男女，必被处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但我没有被召进去见王，已经有30天。这段话看出以斯帖他的内心其实有很多的力量在拉扯。以斯帖从小被末底改来抚养，是养女，她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一个人。末底改讲什么，他都信服。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他有30天没有被皇上召见，这代表他什么？很多的想象很多的想象，他可能不得宠了也就是说，可能末底改判断错误，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另外一个，其实他非常的害怕。我们一个小一个女子，她要面对这么复杂的王宫，谈何容易？而且王的吩咐的命令，一般没有人敢违背。在以前，你只要违背，就带来杀身之祸。如今出现在以斯帖面前是一个很大又复杂的一个问题。以斯帖的惊慌害怕是合乎常理的。今天在我们信仰的里程，也可能我们不会碰到像以斯帖这么大的一个事件。现在没有了可能在50年前、60年前、70年前，可能会有这样的事件。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有很多魔鬼来的攻击，不管是对我们肉体上面，对我们心灵上面的。尤其在台湾，基督徒是少数，在世俗化社会的底下，我们的价值观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会影响我们的信仰。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面对的不是上面的冲突，我们在工作、在家庭、在信仰这样几个力量彼此的拉扯，我们的信心难免会受到影响。当我们如同以斯帖一样，那么多问题来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可是我们知道，当末底改知道他的养女以斯帖竟然是这样的反应的时候，他说了一段在以斯帖记里面最重要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拿那个周报，我们看一下第13节到第14节，请。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开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拯救你和你父
焉知你得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想，甚至不是基督徒都听过这句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们从末底改的说话的口气，我们可以知道末底改真的非常的失望。他说话说得很重。末底改提醒以斯帖，如果犹太人真的被杀了，你不要以为你躲在王宫里面会比其他人安全。末底改话讲得非常的直，但是他要让以斯帖明白一件事情，事情真的非常的严重。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不去见王，他一样会死。最后，末底改跟他说：“你不要以为今天有王后的名分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要当作是上帝特别的安排，为的是要在这个时间点来拯救犹太人。该讲话、该行动的时候，一定要行动。”末底改最后也有点半恐吓，跟他说，跟以斯帖说：“你如果不行动，你不讲。”上帝一定会救他自己的百姓，不是从你这边，一定会从其他的地方用其他的方法来拯救他的百姓。在这两个妇女的对话当中，我们看到末底改跟以斯帖两个人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以斯帖的内心有很多的犹豫跟不安定，但是我们看到末底改他内心充满对上帝的信心，他一直相信。以斯帖会成为王后，绝对不是偶然的，是上帝为了要拯救他百姓的计划。但是现今，以斯帖到底要如何来回应上帝对他的呼召？这个就看以斯帖的抉择。可能因着以斯帖的抉择，他会失去了王后的名分，他甚至在王宫里面的享受也没了。那我们呢？当上帝的呼召来临的时候，我们又是怎么样呢？呼召需要付上代价，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需要牺牲时间、金钱，甚至见识自己的需要。如今的我们跟以斯帖一样，我们是要逃避上帝对我们的呼召，还是我们要勇敢的接受呢？上个礼拜是感恩节，我们将迎来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所满满的恩典。我们换众行众，我们用现金、献功来回应上帝无限的爱。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不管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老的，不管少的，我们大手牵小手，我们一个一个来到台前上面。大家有看周报吗？不管里面是奉献10块钱的、50块钱的、1万块的，上帝都一样纪念，上帝都一样喜欢。我们好像古时的犹太人，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朝见上帝一样，这是让人很感动的画面。传道就想到诗篇126篇，诗篇126篇是描写一群犹太人，他们受辱归回他们自己故乡的一段情景。那时候大家说我们好像在做梦，然后我们嘴巴里面大家都在嬉笑，然后大声的欢喜。讲说耶和华上帝真的为我们行大事啊！过去的这1年，传道要说耶和华真的为我们建成教会行大事啊！我们应该欢喜快乐，不是吗？阿们。大家好累，阿们。上帝真的行大事。等一下我讲见证大家都醒来了啊！今天是代降节第1主日。代降节是我们等待耶稣的降临。代降节第1主日就是圣诞节前的4个主日，我们欢喜等待迎接主耶稣的到来。约翰福音3章16节，在我还没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就在很多的跑马灯、很多的外墙看到这句话。如果会读的，跟我一起读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原本活在世上，就像那一群受辱的犹太人一样，我们无依无靠，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被世上很多的牵绊，世上很多的痛苦牵绊着我们，让我们内心其实很不平
我们看到选举过后，整个台湾非常非常不平安，有这么严重吗？但是我们很多人内心非常非常多的平安，赚钱也不平安，没赚钱更不平安。我们在世间好像在黑暗中看不到未来的道路。上帝爱世人，让耶稣降世在人间。耶稣就是我们期盼的光。当我们每一年迎接他的时候，当我们因着耶稣，我们的过去的黑暗变光明；当我们的罪被得赦免的时候，当我们领受福音开始，我们的生命重生的时候，当我们看这一切是这么自然发生在台湾5%人的身上，其实这成就的这背后，最有一段恐怖的事情发生。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一降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就有全城就震动，因为当时的希律王一定要把他除去，全城2岁的婴儿全部被杀掉。为了杀耶稣，全城只要是2岁以内的婴儿，他就派人全部的杀掉。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在台湾人没办法想象。可是我如果在中东，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个恐怖。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儿子，在这纷乱的时代，他长大，他要顺服上帝所交托给他的任务，就是要为我们众人钉十字架，流宝血来拯救我们。原来如此，原来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为了我们众人他降世的。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得到基督徒的身份，是上帝跟耶稣拼命从沉沦的世界把我们抢救回来。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的身份，是上帝牺牲他的儿子，耶稣牺牲他的生命，我们才有永远的盼望。以色列靠着那内心微小、存在信仰的一个盼望，他依靠上帝，他勇敢选择回应他属于他自己的呼召，他不逃避他的责任。经文4章16节，来，我们再读一次。经文4章16节，请你当去召集书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公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回你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了。我若死就死。面对前面的危险，赤手空拳的以斯帖，因为末底改信心的鼓励以及圣灵的感动，帮助他原本内心非常害怕的以斯帖，他开始回想，他一路的走来，能成为王后，真的是上帝的安排。如今的以斯帖，他用信心回应上帝的呼召，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死就让他死吧。各位弟兄姐妹，原来如此。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现代的以斯帖，我们都是现代的以斯帖。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回想，当上帝拣选你的时候，不管你是第1代、第2代，甚至你是第3代的基督徒，甚至你是坐在这边听讲道，已经听了非常非常久的弟兄姐妹，上帝早就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安排了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虽然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才干都不一样，让我们走的路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宝贝。虽然在大步的旅程当中，我们不了解上帝对我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因为在信仰旅程当中，我们也跟以斯帖一样，没有患难来的时候，以斯帖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到王宫。我们常常跟以斯帖一样，可能在王宫里面感觉到孤单寂寞。我们也常在日常生活感觉到我们很没有力量，我们看到横在我们眼前的都是问题，工作上面的问题，家庭上面的问题，学业上面的问题，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也看到我们不够的地方，我们一直嫌我们不够的地方。我们有时要放纵，我们会先顾虑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世间的骄傲，以及我们眼目上面的情欲。从以斯帖的时代一路走过来，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如今我们得到基督徒这个身份是有意义的。
我们得到基督徒这个身份，我们是要在这个时代荣耀上帝的名，不是吗？基督徒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连魔鬼也会。传道再讲一次，基督徒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连魔鬼、撒旦他也会。我们得到基督徒的名分是要让上帝来使用，我们是要参与上帝国的计划。上帝的信仰旅程，他不断透过许许多多的事件，兄弟姐妹的陪伴，不管是让我们经过高山或者低谷，让我们欢笑，让我们流眼泪，甚至他赏赐我们许许多多不同的一个恩赐跟才干。有的人在音乐上面他特别的会，有人在招待陪伴，甚至上帝也赏赐某一部分的人，他们特别会赚钱。但是当上帝呼召要我们将时间、将我们金钱奉献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像以斯帖这样下定决心说：死就死吧？唯有死的勇气，我们才能得到复活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信心来回应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我们有吗？我们看这一年来，教会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像以斯帖一样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这呼召可能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动，或者是呼召是透过弟兄姐妹对你的邀请。但是我们愿意用行动来回应。当我们愿意行动回应的时候，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就会在我们建成教会一件接着一件发生。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些事件的发生凑巧，刚刚好。但是传道的理解，世上很多的事情都不是刚刚好。我的理解是，这一切都有上帝在背后在掌权。礼拜后的爱宴是今年关怀复兴的事工，我们一看就知道困难重重，因为这是要每个礼拜许许多多人摆上时间长期的抗争。但是我们看到，当浸会长老他开始邀请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在座弟兄姐妹被他邀请来参与？一年有52个礼拜，每个礼拜六，他们要特别下午拨空来教会，他们要洗菜，他们要切菜，他们要熬汤。传道知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其实我们敬拜团也是一样，每个礼拜他们要来服侍。传道感动的是，有将近20位左右，我们大有能力的勇士接受这样的呼召。就是在中间当中，他因为有事情，他不能来，再赖讲一下的时候，马上有人回复说：“我可以来代替他。”这20位大人的勇士，他们就像以斯帖一样，他们用死就死的决心来回应上帝对他们的呼召。传道有跟一位姐妹分享说：“你知道你的切菜成就上帝非常大的计划，你知道吗？”这个姐妹笑笑。传道跟你说，当我们看到许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礼拜完之后，孤单的身影就离开教会，自己一个人回家的时候，你心里又非常非常不舍。我们透过许多人的尾声，我们透过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我们当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分享，基督的爱就在当中显现，基督的爱就在当中医治了许许多多的人。外表的伤痕，医生可以医治；我们内心很深层的一些伤痕，医生没办法医治。唯有透过耶稣在我们道成肉身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让我们的爱来环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的那个内心那个伤痕才有办法得医治。透过这个爱，让我们教会的气氛变得不一样，我们就会带来让我们很多人很多的平安，这是超过我所想象的。
爱宴，不止敬拜团，我们看到我们礼拜堂的布置，我们看到我们的光远兄，每个礼拜他就坐在这边录影。我们看到很多默默的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生病，他们去探访，他们牺牲他们自己的时间，他们的金钱，他们限制他们自己的需要，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最近尤其是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是特别需要关心的一群。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是会很特别，上帝特别赏赐给我们建成教会，特别需要我们关心他们的一群。我们看到我们的社青，我们的长辈，他们愿意花时间晚上陪他们来读书，晚上陪他们跳舞。等一下礼拜完之后，在建成国中，我们陪他们打球。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献上我们的时间，限制我们自己的需要，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当我们这样回应的话，不管是我们弟兄姐妹，以及我们所有白上奉献的社青们，以及青少年们，我们会看到奇妙的作为就在我们当中来显现。我们经历了上帝奇妙的恩典。我们经历了越服侍越甘甜，最后传到真心的期待。当我们教会所有的长职，我们所有会长，所有的团契干部，你若忠心持守你对上帝，你受上帝来的职分，你们成为每个弟兄姐妹的榜样。当所有弟兄姐妹，你们持守成为基督门徒的一个职分。我们读经，我们为彼此互相代祷，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委身服侍。请问，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建成教会不会复兴吗？我们个人信仰的生命不会被改变吗？原来教会复兴是这么的容易，原来我们要得到丰富的生命也是这么的简单。盼望我们常常有莫尼改对上帝的信心，也有以斯帖对所呼召来的时候，他的下的决心。他说：“死，就让他死吧。”要是这样，我们就会一起写一段建成教会我们跟上帝的一段历史。这段美好的历史会再让以后我们的子子孙孙他们怀念，在这个时间点。他们的阿公，他们的阿嬷，他们留下美好的一个信仰。我们起立来唱这一首《弥勒主耶稣的面》。亲自安慰。
可能会向东向右，可是我们常常不断在循环，我们不断在循环我们的环绕。传道不晓得，如今阻碍你的是你的家庭、工作、感情，还是课业上？你是让你的心常常处于在一个空洞、寂寞里面，让你的心常常处在大海中的船一样，找不到航行的一个方向。这个无止境的担心跟害怕，常常困扰着你。但是传道要你回想，传道让你回想上帝奇妙的作为。上帝是有透过弟兄姐妹陪伴你，告诉你，你会听到声音微小的声音在对你说话，在安慰你。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今天会亲自安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现在的实体，让我们勇敢面对在前面的困难，让我们再一次呼求。主耶稣，求你的幸福。求你进入我心，主耶稣。求你进入我心，主耶稣。求你进入我心，主耶稣。主耶稣。我们从头再唱一次哦。爱是这一个念，使我的心向你更深的向你。主耶稣，当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想想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点点滴滴，爱和你的慈爱。心更深亲近你，敞开双手，让我你是和你同在主你里面，让我无价的天赐爱你，倾向你，放纵自己，全心去爱。看见你都在的美好，看见造物所求的命运，在属你不死的爱进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愿2000多年前感动以斯帖的灵一样加倍感动在座我们每一个人。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当前面很多困难横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说出：死就让他死吧。唯有经历过死，我们才能够得到新的生命，也让我们以后的子子孙孙回想我们这一代的时候，他们可以夸口跟人家说，我们的阿公、我们的阿嬷，他们有美好的信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扶持，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